逼啊，别作弊。对，主班啊，因为主班老大都没来，老大没来，他都出国去了。没有老大就是主班老大。各位家人，各位昨天各位见面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哦。哦，今日到这才分着我们做超时哦，但是我来的那个陈书的讲师伊会来讲讲，伊今仔来讲讲，咱若无伫道中，就是夹中嘛，对无？即句话吼，我今仔敢若较少听讲师咧讲，第一早吼，我记得大师兄应该是咧讲。伊吼较以早哪里？即句话讲师咧讲。我们人如果不在道中，就是在劫中。当然就是讲，咱无咧修行，哪来等时间？于是就讲，小陈师的讲师讲，咱若你用着我等啦，你用着以前咧玩脸书还是看电视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在道场当中有什么事呢？有事见公义，无事见公难。咱有代志，每个人都是要当办的。必须出来讲你叫啥物的？我就来讲一个新的或者跳档，我叫阿姐来去改用嘛。等的时阵，写成了我就咱后面哩，那两个真正好叫错呢。我真惊到死，讲袂惊吼，是阿姐啊，你知影阿姐啊，你个人吼，伊就是人大讲袂大声嘞，伊只改袂大。伊有机的啦，我你哪机我买一个给你做伙啊？你阿姐那边，你个机就我来做噻。我唔识个机，佢个惊，但是你我就是。我讲这个，你无代志，你若我无代志，我等下甲你讲嘛，唔知会来买咧哦。唔知我到这，真正安尼。这个当已经唯一落土啊，莫讲落土啦，降落的时阵。啊，出现紧的你甲我讲嘛，你讲等拿倒来吼，安全降落的时阵，你才要甲我讲，你要甲我啥讲无代志。我讲你免烦恼啦，最近吼有用三宝吼，我甲老师讲吼，我的囡仔大汉，真个生囡仔起食，若袂了我等，若了你等，说你无代志啦。那要计划，是人无等伊的啊，真正啊，就是人无等来，死了了我做伊做的，对无？啊，我咧。哎，我啥物你会甲我讲？我来，这个时阵咱咧坐迄个巴士呢，你就甲我讲我无代志。我囡仔食了，我无做计啊，你赶紧坐。哇，不是我啦，我甲打一个啦，300，伊我一趟行开呢，当然，迄个时阵咱应该有坐轮椅，已经断了，无法度行。即个月比如他规定个阵吼，咱去行一个，这样叫步的啦。但是吼，我拢助理吼，我甲助理讲，我能坐咧去比着，我就坐去花莲啊，时啊坐去边，助理甲我讲一句话，讲安尼。你若是办倒坐飞机死的嘛，大胆！我真正感觉真正，你今仔日是办倒，等于今仔日是因为倒夫伊来无命，那你真正大胆。你今仔日来去做无意义的代志，或者是去佚佗来无命去，那你真正这条路真正讲白死的啦。对啊，若讲到遮，我就来讲陈述的讲师伊头讲讲菩萨的定义是什么？注意坚定才会好，我问你啦，菩萨的定义是什么？你看注意，你在你脑海当中，在你心中，菩萨的定义是什么？菩萨像我们，每个人都是菩萨，因为面面是佛，每个人都是菩萨。其实，或许看到那个陈讲师、四位讲师，他说菩萨的定义是什么？或许当然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定案嘛，每个人的答案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刚刚我去改变讲讲，真正发表这，所以人哋讲讲经发表这个很好。他的定义的时候，在或许的心中那个菩萨的定义就是慈悲、喜舍，还有大爱，还有不分没有。人家说你的心愿很不大，有一句话叫说你的心愿很不大，那你的福报就很不大。其实我们
道场是，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道场，每一个人的心不可亲人。我要讲到这好了，因为咱今晚有阿兰嘛，那是月人的情形。有一天呢，或者当我去搞他，刚刚我是跟他的点人在视讯，然后或者刚进入他家，他就阿朱姐来，我点纯师跟我讲话来，你跟他讲。啊，我要快点点事情，要么那个做仪柜嘛，我这个事情都要我要讲点纯师你好，或者还有写一写，或者点纯师慈悲，我觉得这或者请写，你叫或者阿朱就好了。或者真的，嘿，不要看阿朱姐，或者看他跟你应该是年纪比我大哦，或者那个点纯师，或者放了吼，真正看到点纯师惊到嘛。看着大儿子会惊着的，我按少年家敢不贵姓，但是或者一直说称呼他点文师，点文师那个点文师就跟或者说怎样，他说前前，阿兰是一个不可够的人才，今天你在最近咱看到真正他是一个不可够的人才，而且那个点文师也跟或者说前前，因为阿兰在越南刚求道1年多而已，或者当下真的。很感动，因为阿兰进前来的，然后是讲他给的嘛，但是各个点传师讲的是，他肯定当然，学校不是讲阿兰变学校啦，哦，阿兰是伊甲学校讲安讲，其实或是有一丝相求，有一丝相求，哦，伊讲阿兰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而且他很诚心，我们一同。你帮助我好不好？我当然也会帮助你。你看我一个点传师讲这种话，我迄阵真正跪伫涂骹，我就改变，我真正跪伫涂骹给私信。我们一同帮助阿兰成长，在道场当中有一番的作为，好不好？或许我甲咱骗，或许当下咱个眼眶真好。为什么？我还有讲，我还把机会按，把口来安排。因为我刚刚讲，因为阿兰来讲，他有在这里住，你那个点传师，他真的不分你我。如果事后谁是点传师的话，或者一定会跟他讲说，你肚几个人能记得帮我带回来？我爱宠人，好不好？但是他没有，他说或谁帮助你，你也帮助我，我们一同让阿兰成长，让他在道手上有精进，好不好？或者呢，接着阿兰的带，或者我是你是啥物？伊讲姐姐打电话吼，我食电话，我去看，姐姐我传资料给你，妈妈为你帮我列一下，里面有什么道义简说，还有3宝，因为他说我礼拜6哦，那6个越南的同乡人，我要讲3宝。那咱看，那讲心得哪里所至，心得朋友，我大家你讲这是做理用的，因为我伫咧做理，歹势我都会记来30几张，其实你讲呢，我是做一寡办事也是真的，像我就讲，伊若道歉啊，道歉者佫袂晓讲，你拢无看着袂晓讲伊，其实若咧讲题外话是真侪，对无？但是若咧讲像那个陈述的讲师讲，但是我等下还是讲，伊讲完啊，拄我坐伫车内啦，是小刚才，坐坐车姐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要渡人也是住在西头一样旁边也是7个人。这个点工，它叫做阮清俊。伊个时阵看着阿猫诶，伊讲哦，他有姐姐他有答应说礼拜天哦，他要来小道哦，我们一同去记住他，因为他也住在西楼医院的旁边。所以这个礼拜要来，秀官跟或者就决定说让他来办仪式，这样好办的事情，所以让我们去搞，我来，
咱拢免法同意，就开始改了路和本路的时候，真的，他跟我谁讲一句话，在车上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讲，姐姐我要回去哦，啊，你要回去哦，越南哦，为什么你要在这里？不是，我要回天堂，人间太苦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晴空鸟跃，我没有功德，我不好回上天，回到天上，对不对？当我不知影人世间太苦，我要回去。安尼是比较感觉讲哦，人家都跟讲讲，世人都知神仙好，唯有什么忘不了，名利忘不了，他都知道哦。所以就亲像陈述的讲是讲，咱若记得怎么样，三工不来对，在心中来半空中来就无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还要看一句话讲。平台再好嘛，如果我们不出场，永远当不了主角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可能主宰有啊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，不是讲你若只要你要做，你就是家己的主场，别人都替代不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佛法再好，我们不实践，我们永远成就不了自己，对不对？不坏不破，大圣佛法不破，不破。但是咱听听的，听陈思维讲是讲来好，就是咱听，有法修行，包括好发财，但是时阵嘛是下一个时阵嘛是因为那个是咱人惰性，嘛就是咱人的习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嘛是都是互相鼓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那大家在点名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你一直看着，你用关爱的眼神一直看着我，你请开讲啊，所以呢，我讲讲，咱每一个同志啊，其实我们互相鼓励，因为无道观其实是和平啊，你话对不对？其实因为我们人是群居的，虽然是一贯道，一贯作业，安尼就是安尼。层层负责，但是一定层层负责就是一个团体。我遇到呢，我纠结的情况，小钱，伊就讲我来真正小钱，个钱都迄阵毋知是伫咱遮，伊就讲，咱就出来听道理，咱就出来听，我伫厝家自修，嘛有法度通去行道啊，真诶，有法度呢，迄阵迄12年前啊，我听讲，我听你啦，你无出来无出来遮。因公交员，你有法度你有法度去行行，你有法度去行道，你伫厝家己善其身，要安怎？你伫厝，其实咱出来遮听道理，人讲咱修行部门道听道，讲咱一句咱家己厝咧看册时阵，咱是家己看是咱家己的见解对无？但是咱若出来，讲师讲的，拄仔咱看迄个不同的见解，有不同的理，伊不同的见解，你有家己当个神奇发现哦。你家己伫厝闭门造车是无可能，我就是安尼叫烧钱，拄好前两天到遐，我讲前两我你两个介绍，前两慈悲啊，我咪人讲伊若好像看者伊嘛法度好修行啦，我法度面对来出来道场，才有法度通好行道啦，对无？前两天讲哦，是因为因伫厝吼，那伊家己自修，会当达到心清净，会当无起心动念，那有可能？当然，前人是慈悲的，他一定能化解下面灯，他也不得罪，他也不得罪我嘛。伊若无讲安尼，就阮两个来环境成才对无？就来先看来，你个看我讲的对，你如果自己在家能修得好，起心动念都是好的。然后呢，你若是行道会啊，就是讲，你讲的嘛对，你出来会当打包走道，会当天公了完，嘛就是行道的解决啊，敢毋对？拢是对，但是迄其实无外就是内外要双修，也是要叫我们要独善其身，做好我们自己嘛，叫做忠嘛，但是也是要兼善天下嘛，其实伊对我嘛对啦，拢是对的，这个是。我就讲到这，有哪里？
谢谢。